我7岁那年的雪来得比往年都早，大雪仿佛要把整个荣家掩埋，荣家全族挤在厅堂里，却死一般的沉寂，只能听见爹爹来回的踱步声。往常这个时候，阿娘早该回来哄我入睡了，可她始终没有回来。这个柳福林到底还是闯了祸，这都深更半夜了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爹爹，阿娘怎么了？她是进宫出什么事了吗？老爷，大夫人应该只是被娘娘叫进宫中小叙，不会有事的。快开门！开门！是大夫人。阿娘！原来是指挥使大人，您亲自帮您寒舍。下官有失远迎呐。不过，我夫人她这是传皇上口谕。老儿，荣家宗父柳福林无诏行医，意图谋害太后，本应处死。念在荣家世代行医有功，特免其死罪。老儿听话。赐廷杖80。荣家家主荣承德治家不严，现革去太医院副院判之职，贬为庶民，钦此。还不赶紧接旨！草民接旨。别过去！阿娘！这个也看看吧。阿娘，我这就找爹爹来救你。爹爹，阿娘醒了，她伤得很重，赶紧救救她吧。大小姐，你要体谅你爹爹，他此时心里也不好受啊。若不是你阿娘，他又怎会被朝廷罢官呢？你胡说什么？爹爹，你医术精湛，你一定有办法救阿娘的，快救救她吧！给我开！你还有脸求我？要不是你娘这个扫把星，我能沦落到此等境地吗？啊！族长爷爷，各位伯伯叔叔，你们都懂医术，老儿求求你们，救救我阿娘吧！求求你们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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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们！老儿，救救我阿娘！你们何苦让一个孩子这样？就赶紧救救他吧！你们谁敢救他？给我拦住他！你们不救，我就去外面找大夫！他们给我跪下！放开我！我要救我阿娘！你让我出去！放开我！
不烈，给我关进祠堂！要是敢救他的话，关荣承德翻脸不认人！给我消停点！还有一个人能够救阿娘。怎么了，兰儿？姑姑，求求你，救救我阿娘吧！快起来，站起来说话。嫂嫂怎么了？我阿娘快不行了，父亲下令不许给她医治，现在只有你能救阿娘了，求求姑姑了。你等我一下。走。谢谢姑姑。阳复玉婉，英俊人美，阴阳潇洒，神貌分明。姑姑，你会千金定魄针？嘘，兰儿，这千金定魄针传男不传女，姑姑是偷学的，你可要帮姑姑保守好这个秘密。好一个秘密啊！小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千金定魄针乃我荣家传男不传女的绝学，你竟敢偷学！来人，鞭刑伺候！哥，嫂子命悬一线，当下救人要紧。我放开姑姑！你真的眼眼睁睁的看着嫂子死在这儿吗？他就是个扫把星，看着我被罢官，死了也是活该。荣承德，你真是不要脸！这针法是嫂子收集整理民间医药典籍，并融汇了他们柳家的针灸绝学，苦心钻研所得。你恬不知耻，将其占为己有也就罢了，还敢妄称是荣家绝学？若是嫂子当年带着这些医药绝学作为嫁妆嫁给你，并将你这针法，以你这浅薄的医术，如何能在太医院立稳脚跟，一步步爬到副院判的位置？怎么？戳到你痛处了？我就是要说，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，如今宠妾灭妻，还要落井下石！你放肆！你是逆女，违背家规，偷学祖传秘术，今日我当着列祖列宗，要各位宗亲的面，废了他的手，正家规。来人，给我按住！放开我！不要哥！不要！不要哥！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求姑姑来救阿娘的，不帮姑姑的事，求你了，你饶了姑姑吧！姑姑！荣承雪，身为女子，偷学传男不传女的祖传针灸秘术，按祖宗家法，废其双手，关进后院，此生不得离开半步。
祖传的针法就不会外传了。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脱下去！虽负6福陵，无仗行义，妄图谋害太后，闯下大祸，连累家人，死后不入祖坟，不奉香火，荣氏宗祠除名。救救我阿娘！救救我阿娘！谁能救救我阿娘？谁能救救我阿娘？阿娘。阿娘，娘妈，那该怎么办？阿娘，阿娘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说的话你要听仔细了。从今日起，你须得藏起你的锋芒，收起你的聪慧，做一个木头人，识道心。不要因为阿娘的死与任何人争辩，哪怕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也得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活下去。凭什么？阿娘绝不可能谋害太后。爹爹他们非但不为你洗刷冤屈，还对你见死不救。兰若不为你讨回公道，那阿娘也太可怜了。这个宅院里没有人在乎，他们只要体面。兰儿，你要记住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好好活下去。你要阿娘死不瞑目吗？你快把誓说你会安分守己，你说呀！兰儿，发誓，此生安分守己，好好活下去。天上看着，兰儿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荣家大房柳氏遭疾早逝，何足悲戚？尽管张氏月瑶诞育嫡嗣，持家有方，既具母仪之范，又显贤良之德，经祖老共议，循母凭子贵之礼，特擢张氏为继室正妻，赐长钟馗之权，主宗祠祭祀，望其承先启后，光耀门楣。夫妻对拜。父亲今日大喜，女儿特来庆贺。
这孩子怎么披麻戴孝？子兰，这是干什么？父亲，阿娘头七刚过，尸骨未寒，你便这么迫不及待抬妾为妻？诸位叔伯、婶婶，想必你们都听说我阿娘是犯了宫规，杖责而亡。但真相是，我阿娘含冤受屈，重伤之际，她的丈夫竟然下令不准任何人施救医治。还有这种事实？我阿娘在这个人人是大夫的家里，眼睁睁的不治而亡，死不瞑目。而今日就要揭开爹爹你伪善的面皮，让众人看看你到底是个怎样薄情寡义之人。你这个逆女，竟敢信口雌黄，污蔑尊长！诸位可能有所不知，助我父亲进入太医院，一路从小医官到太医院副院判，靠的所谓荣家祖传的千金定魄针，其实是我阿娘钻研出的针法。来人，请你们给我拖下去，杖成100，生死无论。就算打死我，我也要说，我娘是被冤死的，我娘是被冤死的。就受了这还不收下，哪还收下？还不收下？你太医，我太医。你喜欢什么呀？二小姐，这是您让我取来的馊包子。这些包子，你确定都已经馊了？确定，这是3天前吃剩下的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没吃早饭，特意给你带来了包子，你快尝尝。泽言妹妹，你真好，我正饿着呢。荣泽兰，该不会是饿死鬼投胎吧？这些包子都已经馊了，你还吃得这么香，真是个蠢货。荣泽兰，你可真蠢，尝不出包子臭了。真死了，真死了！臭包子都吃不出来，真是个大傻子！蠢货！大傻子臭了！蠢货！给我继续吃！想还手？荣泽兰，你疯了！荣泽烟，10年了，也该你尝尝这馊包子的滋味了。住手！学堂乃是教化之地，你们成何体统？族长，父亲，是荣泽兰不知道发了什么疯，是他先打的我。荣泽烟，你现在说谎都不需要打草稿了。你这小贱人，你才说谎！好了好了，两个孽障，得给我闭嘴！今日跟大家宣布一件关乎家族荣辱的大事：太医院征召医士，我荣家有幸获得一个推选名额。自古以来，我等医学世家的男子皆以成为太医院医官、光耀门楣为目标，而女子的最高荣耀，莫过于能进入太医院，成为医官们的医师。族老们商议过了，大家都认为
荣泽烟药力扎实，资质极高，由他代表荣家进入太医院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不同意。不同意？你有何资格说不同意啊？你妹妹能进太医院当医师，乃是我们荣家的荣耀，要给我少说两句。父亲，族长，依照族规和律法，凡年满16者皆有资格进入太医院。由谁代表荣家进入太医院，事关家族荣耀。泽兰认为，这医师的名额应当公平竞争，取能力最强者得此资格。有道理。荣泽兰，就你这连基础草药都认不全的废物，还想进太医院？莫不是发梦了？泽兰，我和你父亲已经对符合条件的人选进行了考察，荣泽烟是最佳人选。你这是在质疑我们吗？泽兰不敢，但泽兰想知道，考察采用了何种方式，评选标准为何，又有何人见证？既然族内认为荣泽烟医道高超，那不妨让他与我比试一番，以胜负定去路，如何？我觉得可行。这恐怕不太妥当吧？嫣儿在同辈当中的出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族长和家主已经有了定论，那我们就不用再多此一举了吧？荣泽烟，你不是自诩出色吗？怎么，你这是害怕输给我，不敢比吗？比就比，难道我还会输给你这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不成？既如此，今日举行一场比赛，胜者代表荣家进入太医院。谢族长。族长这个老糊涂，今日怎么就答应荣泽兰比试了？还有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啊？哎呀，母亲，荣泽兰她哪来的本事啊？不过是自不量力的发疯罢了。这个荣泽兰，今日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，不似平日那般唯唯诺诺、任人拿捏。他是不是在耍什么花招啊？娘，她都失去味觉了，吃了10年的馊包子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嫣儿，你一定要进入太医院成为医师，待你弟弟长大，好助他成为医官，重振荣家门楣，这样荣家大权才会牢牢掌握在咱们手里了。嫣儿，可惜你不是个男儿身，不然以你的医术，一定能成为一个医官。娘，成为医师一样可以为家族带来荣耀，能让娘在家族中更有底气。您放心，明天的比赛我一定会赢的。嫣儿，虽说为娘已经让他失去了味觉，但是谁知道这个小贱蹄子还会有什么样的后手呢？千万不可轻敌。哎，娘，荣泽兰她就是个草包，没了味觉，尝不出药味。成为医师最重要的就是分辨药草，这10年来她什么都比不过我，您就放心吧。但是这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！看来得找出题人去。族长，近日收了些上好的龙井，特意送来给您尝尝。月瑶啊，你有心了。族长，此次进太医院的医师人选，关系我们荣家的重振，您心中可有比试的主意了？此事还在斟酌，我自有安排。我听闻这太医院的医师人选，最看重的是尝汤辨药的能力。很多药材外观相似，但这药性却千差万别。就好比这茶叶的种类，若不用心品鉴，也极易混淆。族长，您说对吧？今日择选代表荣家进宫的医师，此次比试以尝汤辨药为试题，比试双方各取3碗汤药，仔细品尝辨味，需通过品尝将汤中药材一一详述，答对多者获胜，胜者获得进入太医院成为医师的名额。荣泽兰，你若是此刻放弃，我是不会笑话你的。
我不会放弃。况且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？家主、族长，太医院院判吴大人到府外了。不知吴大人今日前来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呐。承德，我听闻你们荣家今日遴选太医院医师，你们这个主意好啊！我是不请自来，凑个热闹，不打搅你们吧。吴大人，您能亲临现场，是我荣家之幸。来，快请，快请，请。吴大人，请上座。这里有2个信封，分别对应你们身后的2组汤药，你2人抽签决定尝哪组汤药。今日比试结果由太医院吴院判来宣布。我抽到了右边这组，那便由荣泽烟先行考核。吴大人，这是答案。这第1碗药配方为4君子汤，药材为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炙甘草。第2碗药为4物汤，其用药为熟地黄、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。不错，确实。这第3碗汤，配方为6味地黄，其药材为熟地黄、山萸肉、山药、泽泻、牡丹皮、茯苓。吴大人，答题的是小女泽烟，小女啊有些聪慧，对药材辨别颇有天分。泽烟确实天分颇高，前2碗药都答对了，但第3碗药中有1味药尝错了，把熟地黄和黄柏搞混了。但泽烟姑娘已然十分厉害，仅靠品尝便能准确判断出草药配方，非10年以上的功力绝难做到。多谢吴院判夸奖，接下来就看姐姐的了。没了味觉，我看你怎么尝得出来。此为银翘散，所用药材为金银花、连翘、薄荷、荆棘碎、淡豆豉、牛蒡子、桔梗、甘草、淡竹叶、芦根。这么多药材都能尝出来啊！泽兰这姑娘厉害，就是厉害，就是。怎么说呢？对啊，出来了还是不行啊？就是，还是比不过泽烟呢。说不出来了吧？原来刚才是懵了。这第2碗和第3碗也皆为银翘散，这3个碗中的药材完全相同。可能啊，可能相同。荣泽兰，这3碗汤药颜色各异，怎么可能都是银翘散？你要是答不出来就直说，莫要胡编闹笑话。你若不信，自己来尝一尝。这3碗汤药味道分明不同，一碗回甘，一碗微苦，一碗辛辣，怎会是同一配方？看来妹妹还需要多研习历练，否则出门在外，丢的不仅是你自己的脸面，更是荣家的脸面。这位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回大人，小女名唤泽兰。那你来说说，
这3碗药是同一个药方，为何味道不同，颜色也不同啊？回大人，这3碗药之所以味道不同，是因为其中一味药的产地不同。第1碗药中的金银花产自平邑，气味清香；第2碗药中的金银花产自丰丘，味道稍苦。这第3碗药中的金银花产自巨鹿，略带辛辣。这怎么可能尝出来？怎么可能？不行，我这能尝。没发现。泽兰姑娘小小年纪，见识如此广博，竟能辨别出同一种药材不同产地的区别。此次比试，泽兰姑娘更胜一筹。真是后生可畏啊！不可能，你肯定是作弊了。荣泽烟，你这是输不起吗？红口白牙的就要无我清白？你就是作弊了。平日里你样样都不如我，今日怎么突然会了这么多？爹，娘，荣泽兰就是作弊了。她平日连百草集都不会，今日怎么突然这么厉害？多谢妹妹夸赞，我本来就很厉害。妹妹说我作弊，可有证据？我不管，你就是作弊了。荣泽兰这个小蹄子以无畏全，竟然能说出汤药使用的是何药材，她到底使了什么诡计？泽兰，既然有争议，为了你的清白，不如你和嫣儿再比一场，如何？我既已赢得比赛，为何还要再比？吴院判，既然当事人存疑，咱们不如加试一场，如何呀？此事事关2位千金的未来，荣府的事自然由荣府抉择了。是，吴大人说的在理，那咱们就再加试一场。好，那就再比一场。如若我再次赢得比赛，1试的资格就归我，任何人都不许再有异议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你去准备一下，下一场比试的内容是这样的。是啊，去吧。张月瑶，我看你们能耍出什么花招。小少爷，你来。你呀，要帮我，可以吗？包在我身上。真乖。言儿、兰儿，你们再来辨别一下面前这2碗汤药中的药材。慢着，上次是妹妹先选的，为保公平，这次应该我先选才是。好，那就你先选。这次我一定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我选妹妹面前这碗。夫人安排妥了，哪碗是动过手脚的？自然是放在荣泽兰面前那一碗呀。嫣儿，这什么东西？傻子，你喝那碗里被我尿了尿啦！什么？谁让小孩往里尿？二小姐喝。
明知是药，为什么不阻止我，还要让我喝？为什么弄这么恶心的东西啊？我不是为了证明荣泽兰她没有味觉吗？证明荣泽兰没有味觉，你明明可以用别的方式，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呀？他说大小姐没有味觉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失去了味觉？所以你们明明知道我失去了味觉，才特意选择了尝药这个方式来进行抹视，对吗？10年前有人给我下毒，让我险些失去味觉，幸好我及时发现，才躲过了一劫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收集证据，就想揭露此人。今天此人终于露出了马脚。请在场的宗亲、大人、各位长辈们，替兰儿做主。太过分了，这样兰儿太可怜了，真是。是谁这么歹毒？谁是谁？我为你做主。查出来，将他送官。就是他，张月瑶。啊！就是，怎么会是他？会是他呀？你竟然怀疑我！这么多年，我对你关怀备至啊，兰儿，我对你掏心掏肺，视如己出，你竟如此这般污蔑我，我这做继母的真的是太难了，老爷，冤枉啊，冤枉啊，老爷！德兰，就算不闹，应该有个分寸。你母亲向来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歹毒之事？小桃，进来吧。小桃见过族长、家主。小桃，听说你母亲病重，急需银子，只要你帮我完成一件事，这银子要多少有多少。小桃愿意，但凭夫人吩咐。按照这个药方配药，将药融到荣泽兰每日的吃食中去，只要毁掉她的味觉，这银子都是你的。夫人放心，小桃一定办好差事。10年前，奴婢是月瑶夫人房中的1等女使，当年就是夫人指使我在大小姐的食物中投毒，想害大小姐失去味觉。污蔑，这完全就是污蔑！你空口白牙，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我指使的你？夫人，您当初敢做，现在却不敢承认了吗？这是夫人您亲笔写的药方。当年下毒后，您命我将此方烧掉，为留后路，我将药方偷偷留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我为大小姐吃馊食的事情败露，被发卖出荣府，这药方才得以保全下来。老爷，你不要相信这个贱婢，这个贱婢曾做错事被我责骂，她怀恨在心，她故意陷害，栽赃于我。老爷，这上面的字迹就是你写的？不是的，月瑶没有，你相信我，月瑶怎么可能毒害你的孩子呢？老爷，冤枉！咱们误了这种太人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抵赖？哭，就知道哭，哭能解决问题吗？这种丑事要是传出去，荣家的颜面何在？荣承德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族里一个交代，否则你这个家主别干了。必须得当面办。来人，张月瑶，把我拉上去！是。杖责2世，剥夺掌家权，禁足1个月。老爷，月瑶冤枉！老爷，我是冤枉的！老爷，你好狠的心！我冤枉！我真的是冤枉！娘，你别喊了，犯了错就要受罚，都这么丢人了，你让我和弟弟今后如何在荣家立足啊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做的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你谋划吗？现在倒成我的错了！爹，你管管他！就是你这个孽障！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活活打死！老子现在家里家外鸡犬不宁，
鸡飞狗跳。鸡飞狗跳与我何干？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承德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哎呀，吴大人啊，今日荣家的丑事都让您见笑了。哎，说到底啊，都是因为想让孩子出人头地。泽兰这孩子天资不错，刚才那变药的本事，就算你我也不过如此嘛。可千万别埋没了这孩子的才华。吴大人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泽兰代表荣家去太医院啊当医师，在您的手下好好学习，多多历练。泽兰，衣袍加身，生死所及。你若做好了准备，太医院随时欢迎你的到来。吴大人，泽兰自幼便立志做一名医者，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度人病痛之苦。泽兰早已做好准备，一定不负患者的信任重托。姑娘，我在太医院等你。是。阿苗，女儿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要入宫当医师。这么多年，女儿一直隐忍蛰伏，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。当初张月瑶一直怕我抢了荣泽烟的风头，为了他自己女儿的前程，他竟不惜给我下毒。我为了保住性命，每次都假意吃掉他派小桃送来的有毒食物。待小桃走后，我拼命催吐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待小桃把事情办妥之后，找个时机把小桃做掉。只有死人才能忘人一世。当我得知张月瑶意图杀小桃灭口时，我知道只有保下小桃，来日我才有翻盘的机会。于是我故意在大红影经过的地方设下馊了的演习，在张月瑶对小桃动手之前，让小桃被发卖出人死。小桃被发卖后，我花了许久才找到她，将她赎身，就是为了等待有一天我可以指证张月瑶。阿娘，你在天上看着我，看我进宫如何查明当年您被冤枉的真相，给您讨回公道。还有当年那些对您见死不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冯大人可是您的亲叔叔，您出身名门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往后在这太医院，还请冯姐姐多多关照啊！大家都是姐妹，以后一起共事，理应互相关照。听说太医院新进的这批药材价值连城，快看，这是不是千年灵芝啊？这灵芝个头这么大，色泽鲜亮，年份肯定不浅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新来的医师怎么回事？这肉苁蓉都没弄坏了。你怎能如此不小心？这可是有5年份的肉苁蓉，是极为珍贵的药材，价值1000金呢，你可赔得起？1000金？冯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依据不是故意的就行了吗？就是，依据不是故意的，值多少钱啊？既然赔不起，那恐怕只能按公规处置，先打20板子，再撵出宫去。
管事大人，我求求您，你千万别赶我出宫，我不能出宫，我求求您。公规如此，你不必多言。大人，这药可否让奴婢检查一下，看是否还有机会补救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对啊，全身不治，像这样听都没听过。这可是肉苁蓉啊！什么鬼的东西，这怎么补啊？冯医师，依我看，这只是3年生的肉苁蓉。这3年生的肉苁蓉药效未全，属平价药材，不值千金。那他刚才怎么说是5年生的，还要把人赶出宫去？这说话也太不负责这位任了。医师，是啊，你说这肉苁蓉是3年生的，可有依据啊？真正5年以上的肉苁蓉，纹路深如沟壑，色泽油润似琥珀。可这一株鳞片松散，气味寡淡，只是保存不当的3年次品。荣医师所言不虚。见过吴大人。这株肉苁蓉确实只有3年左右，因保存不当，颜色加深，鳞片脱落，才使人误判为5年份。好了，将这批新药送入御药房，好生看管。快去。是。辨别药材是医术的基础，希望大家都能像荣医师一样，细心观察，严谨求证。冯英，你身为医师，却连药材年份都辨错，验你是初犯，这次就不惩罚了。冯英知错，以后一定会仔细办差的。即日起，你们正式进入太医院，成为医士。这位是太医院的院判吴大人，整个太医院由吴大人统管。本官是太医院的副院判，往后你们的差事、考评都归我管。诸位，既然入了太医院，那便是天子脚下的幸运人，男为医官，女为医士，各司其职。3等医士从事药炉洒扫、清理药渣等杂役事，莫嫌差事琐碎，这药渣里藏着的都是门道。2等医士可以行走御药房，与百草朝夕相对，抓药、熬药、配伍，容不得半分差池。至于这1等医士呢，随医官入后宫侍疾，那是太医院头一份的荣耀，也是最凶险的差事。望尔等好自为之。这太医院的最深处是脉案室，里面保存着皇室贵胄历年脉案记录，此乃最高机密，诸位切勿擅闯。这么说，阿娘当年救治太后，反被诬陷为谋害太后的脉案记录，一定也存于脉案室中。找到那个脉案，就能弄清楚当年的事实真相。冯大人，奴婢想知道如何才能进入脉案室研习脉案。这刚入太医院就惦记着去脉案室，好高骛远。俗话说，取其上者得其中，取其中者得其下。奴婢只是想志存高远，不断激励自己，努力进步。只有医官和1等医士才能进入脉案室。要成为1等医士，首先要成为2等医士。每次考核必须在前3，熬满6年后得医官举荐，才有可能成为1等医士。每届新进医士中能出1名1等医士，那便是万幸。多谢冯大人指教，奴婢定会努力进步，早日成为1等医士。好啊，那本官便等着你。1等医士的位置一定是我的，你这个无名小卒也配和我争？好了，以上是要交代的所有事项，明日再安排大家的具体工作。多谢冯大人指教。吴大人，好紧张啊！泽兰，方才多谢你为我解围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
你的药理知识都是同谁学的呀？兰儿，你看，这个药啊叫川木通，它性寒，味道特别苦。兰儿尝过吗？小孩子家的，可不敢乱尝。这个是柴胡，这个柴胡的根茎下面有小小的刺，你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撕到手。不能宣医，会没命的，会没命的，不能宣，姑姑不要，不能宣医，不能宣，不能宣，不会没命的，没命的，兰儿会保护你的，不能宣。姑姑不会的。家中有族学，还有对药理研究颇深的长辈教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若等到成为1等医师，才能去查看脉案，不知那要何时了。我要想办法溜进脉案室，偷偷看一看。泽兰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苏叶，你知道脉案室在哪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脉案室不是我们这种3等医师该去的地方。我也就是好奇而已。走吧。荣医师，我知道脉案室在哪儿。你沿着这条长廊一直往里走，走到尽头再右转，见到一个独立的红色大房子，便是了。多谢冯医师。不客气。走了。冯医师，脉案室不是在这边吗？是吗？那可能我记错了吧。脉案室只有1等医师和医官才能进入，我需要想办法伪装一下才行。大人，您这是要去换衣房吗？奴婢正好也要去，不如奴婢帮大人一起送过去。那好吧，辛苦你了。走到尽头再右转，见到一个独立的红色大房子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脉案室怎么会这么潮湿呢？这里怎么是男浴室啊？来都来了，帮我搓个背吧。走。你是何人？我是新来的医官，一不小心走错了地方。新来的医官，肤如凝脂，声若莺啼，颈间不见喉结。这太医院何时来了个女医官？说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女扮男装，混进浴室？我今天可把我累坏了，得好好洗个澡。是啊，多进睡。哎呀，舒服舒服。
哎，这位兄台是新来太医院的吧？之前没见过呀。是，你们吃过晚饭了吧？那当然了，都这个时辰了，肯定早都吃过了。这位兄台，你怎么洗澡还穿着衣服啊？啊，衣服一起洗了，方便，这样省事儿。你要不要试试？那就不必了。这有意思。你到底是谁啊？臣宋凌霄，参见皇上。免礼，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快起来！这么多年不见，让舅舅好好看看大外甥。哼，你小子长大了。哼。对了，你母亲在江南一切可好？劳陛下挂怀，母亲一切安好。临行前还叮嘱了儿臣向皇上转达问候，愿皇上龙体安康。真好着呢。凌霄，正如信中所言，近年来后宫子嗣频繁夭折，朕一直暗中调查，仅发现此事可能与太医院有关。太后和皇后身居后宫，一举一动备受瞩目。若让他们调查此事，必定会打草惊蛇。朕思来想去，这件事只有你最合适。你虽不通岐黄之术，但机敏过人，扮作医官潜入太医院，定能探出些蛛丝马迹。陛下放心，臣定竭尽全力，早日查明真相。切记，行事务必要小心谨慎。若有任何消息，可随时向朕汇报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赶紧都把床铺好啊！会不会铺啊你？快点儿！开门！都放好。哎，干嘛呀你？我干嘛？开门！哎呀，荣医师，这门好像坏了，你今晚就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吧。是啊，这门怎么也开不了，明天我就找人来修啊。这才叫坏。